友啦，五湖四海大家嚟到，即係當然都係教育界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對我哋認識咧都好得意嘅，大家都會知一部分嘅，因為會喺唔同人度聽到我哋個情況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轉頭會講一講，其實我哋公司會係做啲乜嘢啦，實質上，同埋咧就究竟而家嘅 AI 科技去到邊個位置，即係一個 update 俾翻大家啦。OK。個 idea 咧就係做乜嘢咧？就係做海文為主，主要係 focus 喺咩咧 ？DSE 係海面嘅。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 AI 嘅 tuning 啦，入邊都有個 check 喺度。究竟 tune 翻可能 check 一次、2次、3次，直到佢 work 為止嘅。咁呢一 part 咧主要都係 focus 喺咩咧 ？OCR 為止，即係我哋個認字系統啦。我覺得使用 AI 冇乜意思，你真係做到你想做嘅，同埋真係節省咗時間，大家可以花更多嘅心機。尤其喺教學裏邊，我覺得知識嘅傳授係重要，但係咧，我覺得更多時候老師可能要花更多嘅時間喺個學生理解佢嘅情況。